兩站攞到亞軍添。咁喺先途站呢一度係鬥3.96公里㗎，就15個圈。咁比賽開始嘅時候咧，頭兩架車啊，左邊紅色車嘅詹美神啊，同埋白色車嘅麥多治啊，叮當碼頭㗎嚇。咁佢入第一個彎嘅時候咧，響度啊就見到啊兩架車爭住入彎，仲撞埋一邊添。咁變相跟隨其後有幾架車連升2級啊，益晒第3位起步嘅新手啊胡頓。咁但係咪咁開心住？比賽啱啱開始嘅啫。馬來西亞嘅毛俊豪啊已經追緊上嚟㗎啦。不過可惜入彎嘅時候啊，位置唔係咁靚啊，爬唔到頭不特止啊，咁仲俾哥倫比亞車手卓夫斯響內檔啊攝咗個位，爬埋上嚟添。咁毛俊豪跌到第3位嘞噃。不過唔緊要啊，見佢一直都緊貼住卓夫斯㗎。咁睇下佢有冇機會可以追翻上嚟啊！不過話口未完啊，響彎位嘅時候啊，就俾新人啊南非嘅摩斯啊攝咗個內檔排咗頭。咁呢個絕對係經驗啊唔夠啊，顧住個追車。咁啊，俾人有機可乘嘅爬頭㗎。咁要睇到啊，第1位啊依然係胡頓㗎，第2有卓夫斯，第3有摩斯㗎，第4咧就係毛俊豪。咁嚟到直路嘅時候，見到好多車都嘗試加速爬頭㗎。咁其中綠色車嘅毛俊豪亦都趁今次機會試翻個內檔位咧，過翻摩斯頭啦。咁呢個時候見到安全車出現啦，因為麥多治響第一個彎同詹美神撞完之後始終唔能夠比賽翻㗎，要提早收工。咁當比賽開始翻嘅時候見到綠色車嘅毛俊豪非常積極啊，攞翻個頭位先。咁之後邊兩架車分別係澳洲嘅胡頓同埋南非嘅摩斯㗎。咁毛俊豪趁住胡頓唔係咁為意嘅時候加速㗎。嚟比賽亦都去到尾段啦嚇，咁見到摩斯過咗隊友胡頓頭之後啦，咁升到上第2位嘅。咁最後見到綠色車嘅毛俊豪亦都好順利咁樣以25分13秒296嘅時間攞到呢個回合嘅冠軍嘅嚇。佢至於第2有摩斯，第3係胡頓，卓夫斯得第4嘅。跟住同大家睇就有11回合嘅比賽啊。咁上個回合得第9嘅香港車手詹美神啊，咁今個回合就以第1位身份起步㗎。第2位起步就有19歲嘅澳洲車手胡頓。而第3位起步就有上個回合冠軍得主嚟自馬來西亞嘅毛俊豪㗎。咁呢個回合比賽車手同樣都係鬥15個圈嘅。咁至於喺上一個回合比賽入第一個彎嘅時候已經發生意外啊！主角之一嘅紅色車手詹美神啦，今次醒目啦，響外檔順利咁樣轉入第一個彎。咁其他車手排位方面冇乜特別變動㗎嚇。第2仍然都係胡頓啦，第3有毛俊豪而第4就係麥多治。但係呢個時候見到白色車嘅麥多治突然間飆咗上嚟啊！入彎之前啱啱好攝咗個內檔位過咗毛俊豪。18歲嘅麥多治其實今季成績唔錯㗎，積分榜上面暫時落香港詹美神排第2嘅啫。之後亦都見到佢用同一戰術啦，喺直路飆上嚟之後又係入個內檔位過前。咁而家頭2位位置就係香港車手詹美神啦，同埋麥多治㗎。咁至於3、4位之爭都好激烈啊！見到綠色車嘅毛俊豪響直路嘗試爬胡頓頭㗎。咁睇下邊個可以先入個彎啊嚇！咁毛俊豪位置係比較好㗎，順利升到上去第3位㗎。我嚟到直路呢度睇下3架車點樣鬥啦嚇！我見到胡頓入彎嘅時候太急啦嚇，時間撲得唔係咁好㗎。佢喺急停之下仲跣咗出去沙地度添。咁樣連第4位都攞唔到啊！咁嚟到最後亦都見到啦，紅色車香港車手詹美神以由頭鬥到尾嘅姿態攞到呢個回合嘅冠軍㗎嚇。咁第2就係美國車手麥多治第3有馬來西亞車手毛俊豪，摩斯得第4嘅。咁至於喺車手總積分榜方面詹美神暫時排喺第1位㗎，第2有麥多治，第3有摩斯。